三公主怎么就能确定二郡主要抓的人就是韩某？我哪里是确定，我是生怕，这万一要是韩少君我去了，有备无患，对不对？这么说来，三公主没有想要陷害韩某，反而是去救韩某的。韩少君啊，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。当真如此？别动，你受伤了。对呀，受伤了，为了救你受的伤。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？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。韩少君能不能把我也当自己人？有什么难处你尽管提出来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帮韩少君排忧解难，任你差遣。三公主为何对韩某如此掏心掏肺？因为我想让你开心。让我开心？多说无用，反正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便宜好用不粘人，包你满意。死了可就太可惜了。那个，你今天幸好是没去。马二姐今天太吓人了，我得回去赶紧吃点宵夜，喝点生姜压压惊。你在这儿休息啊。少君，你说三公主的话能信吗？能信。可我怎么总是觉着这是三公主下的套？你看，她平时就阴晴不定，喜怒无常，鬼话连篇。那是她心思单纯。此事涉及城隍图和我们平时通信用的火漆竹筒。能拿到这两样东西的人，怎么可能是陈芊芊这个草包？倒是二郡主陈楚楚，心思缜密，此事多半是她所为。二郡主害我，是因为两城交恶，她想趁此机会立功。可三公主为何救我们呢？难道她另有所图？应该是了。呀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实力强劲，随时可以攻占花园城？呀，难道他知道咱们玄虎城子民富庶，存银充裕？那他一不图兵力，二不图钱财，他图什么呀？图我？啊！此女子钟情我，坠入情网了。那日她马匹受惊，是我挺身而出，她便对我情根深重，当街抢亲。大婚当夜，他就害您入狱。那是他为了救我才不顾名节，谎称有冤也要救我吗？他还在教坊司当众羞辱您呢。那他立马后悔了，他向我道歉，他还小意温柔。哎呀，少君，即便是三公主对您有意，可她就是一个草包，无才无德不说，名声极差，对我们有什么助力吗？我可以利用他夺得龙骨。那二郡主呢？您当初不是说利用二郡主吗？您说她是花园城最优秀的郡主，有望继承城主之位，得到她就能得到龙骨，得到乌石矿。
对吧？我错了吗？现在看来，应该是三公主陈芊芊更得花园城主宠爱，还有几分小聪明。如果有我在后面推波助澜，定能堪当大任。少君，你也看到了，二郡主对我横眉冷对的，还设计害我，反倒是三公主陈芊芊对我百般维护。咱们何必舍近求远，放着好好的陈芊芊不用，去找那二郡主呢？此言有理。少君，英明。